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指天圓社討論室。好啦，我今日所講嘅人物咧就係有抽水王之稱嘅林作。咁我講少少佢嘅資料先啊。咁林作咧就係89年啦，12月23號出世嘅。咁今年就37歲啦。嗱，咁佢咧喺2015年咧就做過大律師啦。咁17年咧就做過補習社嘅講師啦。咁喺20年咧就做過保險嘅顧問。嗱，咁喺呢3個工作裏邊咧，其實我覺得佢係中意做一啲唔同範疇嘅嘢，係啦，同埋係有挑戰性嘅，挑戰到咧係自己過咗火咧，其實佢自己都唔知嘅，係啦，即係最慘係佢自己都唔知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佢就從而做咗一啲加密貨幣嘅工作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咁做一啲違法嘅嘢咧。咁其實就係佢最中意做嘅挑戰性嘅工作，係啦，因為過晒火，佢自己都未必知㗎。咁喺25年嘅11月啦，就被起訴啦，正式。咁喺同年嘅25年嘅12月啦，就係案件咧就會再押至到去2026年啦嘅3月嘅，就到時就審訊㗎啦。嗱，咁我再睇睇啦。咁喺26年啦，馬年啦，咁我就睇咗佢嘅一局啦。嗱，咁首先要講講佢26年先。嗱，個心性咧，其實佢自己咧就會係開心嘅，內心冇對呢件案件咧冇太過特別嘅不開心，係啦，佢係有能量嘅，同埋係桃花都係仲係好重嘅去到。咁點解我會話佢係開心咧？因為呢個咧就會喺26年咧，佢自己個心性裏邊咧，其實佢知道係會被起訴啦，但係佢內心都好似冇乜嘢咁樣，仍然係表現出嚟開開心心過得一日得一日咁樣啦嗰啲。咁所以咧就係佢嗰個流年咧就未算係佢自己內心最差嘅一面咯。咁但係佢自己最差嘅一面咧，反而佢自己唔知嘅咧，就係佢嗰個諗法。嗱，佢個思維係會導致到佢咧，好容易產生做一啲違法嘅事件嘅。咁點解會咁講咧？因為佢咧個思維咧就係最差，就係佢處於一個好激烈啦、好爆炸性啦，同埋係諗嘢後咧，佢好古靈精怪，好唔實在嘅佢係。同埋係高傲啦，又唔服輸喎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佢係一個非傳統嘅特質。佢有一個非傳統嘅特質。咁點樣非傳統咧？就譬如係10個人，咁有9個咧就行 A，咁佢自己個咧就行咗去 B 咁樣嘅。佢係唔會聽人講噶。佢中意做啲乜咧，就會去做噶。因為佢中意挑戰啊嘛，講咗，佢中意做一啲挑戰性嘅嘢。咁所以挑戰到佢自己過咗火，從而違法咧，佢自己都冇理後果，因為佢中意衝啊嘛。咁所以咧呢度咧喺26年咧，佢要特別去注意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係自信心太過大啦，過大嘅人咧就會有好多時候個結果咧，佢就要承受翻啦，係啦，呢一樣嘢。咁再講啦，喺26年裏邊咧，呢件案件咧就有機會咧係會被定罪嘅，佢會係啦，即係好容易係會被警方定佢罪嘅。咁今年唔理佢嘅地方咧，不理佢嘅地方咧就係東方。咁佢審訊嘅地方就係東區法院，咁亦都係不利於佢噶。咁所以佢呢度咧要自己注意下啦。咁好啦，咁有利佢嘅生肖咧就係肖猴人啦。咁不利佢嘅生肖咧就係肖兔人啦。咁佢自己要去諗下啦。如果係一啲肖猴人啦，就可以多啲接觸啦。咁如果係一啲肖兔人喺佢身邊嘅時候，佢要作出一啲迴避啦，係啦，因為呢啲係對佢不利嘅人啦。咁好啦，咁喺感情裏邊咧，26年咧佢會係穩定嘅，係啦。咁大家都知啦，雨美同佢都咁多年啦，咁加上林作嘅性格咧都唔係容易頂噶，係即係都唔係容易接受得到噶。咁但係雨美都可以同佢一齊咁耐啦，咁所以咧林作咧就要好好地去珍惜呢一個啦，呢個女朋友啦，係啦，因為緣分嘅嘢咧都好難得嘅。咁多謝大家留意